看到这一出《暗军审护神》，其实我真心的非常推荐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歌仔戏真的。我们都知道舞台上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是电影歌仔戏也知道吗？但是呢，广播歌仔戏，我跟你说，目前就是只有闽南语这边才看得到。为什么呢？老师有唱有念，然后还有演员做给你看。你看这个多么的特别。其实我在台下我一直觉得很好笑，因为演员他们在唱的时候，女主角。麦克到他的手上的时候，他在唱，然后眼神会那边动来动去的时候，旁边休息的男生，像小叶姐那时候演的角色，他们就是非常生活化，就会那边乐啊，在那边笑，可是他们都不能笑出声，要不然那个麦克风就收进去。这个真的就是有点很还原当时广播歌仔戏，可能就是这样子的状况。那包含中间的广告时间，有那个推荐你那个药啊，这个东西。其实我们如果去网络上找资料，你没有办法体会那种感觉，因为你会觉得就是好没有那种参与感，没有那种时代的感觉。今仔来工商服务2-3分。哎呦，阿秀姐啊，你哪会扫甲安尼生啦？哎呦，金明啊，你都唔知影，别人的久是排伫脚这边，我的下久，哎呦，3天4天，你会非常的亲身的去经历，好像说，我们真的就是在录音机听到这个广播歌仔戏。所以呢，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有机会。暗军审护神一定要再看，如果有在演，绝对要进场支持哦，超棒！